我嘅創作就好似一個存有嘅狀態，即係話佢係一個時間嘅印證啦，可以連結將來或者係過去，亦都會描繪緊當下啦。我諗現場對我嚟講，唔單止係一個好實在或者物理嘅空間啦，其實佢係都關乎一個時間，即係話佢係同我自己或者同個環境係有一種即時嘅互動或者反應嘅。而呢個反應咧，會隨住唔同嘅 moment 改變嗰陣時，前一刻同下一刻都會有所改變或者唔同嘅。咁我平時翻嚟工作室咧，其實都相當之硬。咁當我對住張紙或者對住個環境放空之後咧，我就可能會有心機或者有衝動去創作啦。喺度做到深夜嗰陣時咧，你會發現外面冇晒人，得你一個開住道門嘅話，其實你會同成個環境或者好似同成個社區有一種連結咁樣咯。我諗水墨畫本身都好強調，即係點樣去創造嗰個時空關係，從而引申到我哋點樣去睇嗰個作品啦。我稱之為一個叫做視覺經驗啦。咁而呢個視覺經驗咧，其實係對創作者或者觀眾嚟講咧，係會有唔同嘅體會嘅。當觀眾望嚟嗰陣時咧，佢唔係淨係望緊一幅好似我以前有過嘅一種體驗，而係從而啟發到佢啊，原來山水或者水墨都可以咁樣望嘅。咁我最希望就係其實將睇我作品嘅嗰個狀態啦，同埋成個環境啦，甚至乎係整個畫面空間可以進入到入去。因為我近年好多創作都想同翻啲自然物件啊，或者係景色有關嘅。而今次呢個作品咧，其實係描繪緊香港嘅無人島啦。咁呢個無人島其實唔係成日可以去到嘅地方，亦都係我覺得需要關注嘅地方。特別可能係呢幾年全球都好混亂啦，咁我都希望揾翻一啲比較平靜啲嘅感覺。咁所以我就用咗無人島嚟作為我今次嘅主題。而呢個無人島咧，我就唔係淨係畫咁簡單嘅，而係我利用咗一種叫做拓本嘅形式。咁拓本形式咧，其實係非常之傳統嘅，做一個記錄啦、紀念或者傳播價值嘅一個媒介嘅。咁所以我就希望用呢一個方法，令到成件事好似係紀念或者記錄緊我哋而家呢個香港嘅無人島咁樣咯。